滲水辦發咗建議維修通知俾樓上單位，你係咪以為可以鬆一口氣？咁你就大錯特錯啦！呢張通知只係非法定嘅勸喻信，自私嘅樓上係完全可以選擇拖延或者做一啲半桶水嘅維修。你想反客為主，即刻依呢3步去做啦。第一就係保留通知書嘅正本，作為官方認同嘅樓上有嫌疑嘅第三方記錄。第二就係即刻自費請公證行做獨立紅外線報告，將政府通知書寫入報告入面嘅背景資料。第三就係將政府通知加專家報告加你嘅滲水日誌夾埋喺律師信入面，限令樓上14日內徹底根治，否則即時入稟土地審裁處。政府通知加私人專家報告先至係最強嘅證據鏈。想知道點樣操作？點擊下面嘅連結，即刻睇我嘅長片啦！